路加福音第7章，耶稣对众人讲这条话后，就去到迦百农。在隔壁有一个罗马军官，叫一个所看重的仆人不太平，差唔多会死嘞。军官听讲耶稣的事，就托几个犹太人的长老去请耶稣来医几个仆人。佢哋去到耶穌嘅位，迫切求佢講：這個人確實看得你嘅幫助，佢想愛到猶太人，是推愛到去會堂。耶穌就聽佢哋去，為到嘅事，軍官託佢嘅朋友去留耶穌講：主啊，唔是按勞煩你來我屋下，我當唔起，我就是親身去見你，也冇資格。你講一句話，我嘅僕人就會好，就像我當過有智慧感，下輩也有屬我智慧嘅兵呢。我命令兩個兵呢去，佢就去；命令佢嘅來，佢就來。對我嘅奴僕講，做兩個事，佢就去做。耶穌聽到兩個話，非常喜氣，轉身對聽佢嘅大眾講：我老二都講，將安樣嘅信心，就係在以色列人當中，我也從來忘失看過。嗰條屬託嘅人都在去軍官屋下，看到佢嘅僕人已經好了。過冇幾久，耶穌去拿煙裳，嘅學生留櫃台稱嘅人也停定佢去。佢去到城門後，看到一堆送葬嘅人群。屍體嘅係一個寡婦嘅單釘子，城內千多人同嘅寡婦搶下出來送葬。就看到嘅寡婦，就憐憫佢，對佢講：唔好叫。接等耶穌進前，看定棺木，台從嘅人就停下來。耶穌講：後生人，我吩咐你放起來。嘅世人就坐起來，也可以再講話。耶穌將佢交還家尾，大家非常觸驚，佢哋相讚上帝講：有位大嘅上帝出現在我哋中間咯。又講：上帝來拯救佢嘅子民了。耶穌這件事嘅風聲就傳遍猶太老附近嘅地區。施洗約翰嘅學生將這一切嘅事朗誦老約翰講。約翰就喊兩個學生來，派佢哋去見主，喊佢哋問佢講：你就是約翰所講，嘅無結叫愛來嘅，也係愛到行愛等騙人啊！佢哋去到耶穌嘅位就講：施洗約翰派愛到來問你，你就是嘅所講，嘅無結叫愛來嘅，也係愛到行愛等騙人啊！嗰時，耶穌嘟嘟以後，千道不平，參眾老本下臨附身嘅人，也是千道默默嘅看得到，所以佢按佢哋講：你哋轉去，將你哋所看到、所聽到嘅報告約翰，就係默默嘅看到，跛腳嘅行路，不太高嘅得到強力，耳聾嘅聽到，死人返生。窮苦人聽到福音，無依附危嘅人就有福氣。約翰派來嘅人離開後，耶穌對眾人講起約翰，佢講：你哋頭擺去曠野尋約翰嘅事，將愛看乜嘅？看本方在天堂嘅路作希望。你哋到底出去做乜嘅呢？去看作江山嘅人希望，仲係。以上講究茶花煙落嘅人係黑菜黃羊啊！安樣，你哋出去看乜嘅呢？係看先知麼？我老你都講冇唔錯，仲係佢比先知還卡大，佢就係聖經所講嘅人。上帝講：看啊，我愛差派我嘅使者做你嘅先鋒，佢愛為你開路。耶穌又講：我老二都講，世間無人比約翰卡偉大，仲係在上帝國
最微细嘅也比其卡大。一般人民包含税务员，听到耶稣所讲嘅话，就讲上帝真公义，因为佢哋率領約翰嘅洗禮，仲係法利賽人、老法律教師，就拒絕上帝為佢哋安排嘅計劃，因為佢哋冇領過約翰嘅洗禮。耶穌又講：按樣，我要用馬基來比喻歷史推嘅人呢？佢哋到底唱馬基呢？佢哋唱坐在市場嘅聖人呢？兩群對幾群喊講：我哋為你哋伴婚禮嘅歌曲，你哋唔跳舞；我哋唱喪禮嘅哀歌，你哋也唔叫。施洗約翰來，唔食餅也唔飲酒，你哋就講佢本歸父神嚟。人子來也食也飲，你哋又講佢係貪食好酒嘅人，專門同水軍老壞人做朋友。仲係真實嘅智慧，係對所有接受智慧嘅人身上來顯明嘅。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同佢共下食飯，耶穌就去家屋下坐坐。城內有一個富人家，以出高等罪惡嘅懲罰。佢聽講耶穌在嘅法利賽人屋下食飯，就帶一隻裝滿香油嘅肉乾嚟來，佢便等耶穌傳到後背嘅腳，起頂叫，佢嘅目的打濕耶穌嘅腳，卻用自家嘅頭拿毛出走，又用再去浸，然後用香油去膏。請耶穌食飯嘅法利賽人看到，心肝想：兩人那尊敬係先知，佢應當地名佢嘅係樣板嘅富人家，佢係有罪嘅人。耶穌就對佢講：西門，我有幾句話愛老你講。西門應講：先生，請你講。耶穌講：有兩個人欠窮一個債主嘅錢，一個欠佢500元錢，另外一個欠佢50。兩個人攏總冇辦法可還，債主就免佢2殺嘅債。你想，佢2殺哪個會較愛佢呢？西門應講：我想係得到較多赦免嘅人。耶穌講：你講嘅清楚。然後耶穌轉身向嘅富人家對西門講：你看到呢個富人家冇？我入也屋下，你冇拿水幫我洗腳，仲係佢用木質洗我嘅腳，又用佢嘅頭拿毛出走。你冇จิ้我來歡迎我，仲係我一入來，佢就一出จิ้我嘅腳。你冇用油膏我嘅頭拿，仲係佢用香油膏我嘅腳。所以我老你講，佢顯出暗沉嘅愛，證明佢多多嘅罪已經得到赦免嚟，得到較少赦免嘅人顯出嘅愛就較淺。接連耶穌對嘅富人家講：你所有嘅罪得到赦免嚟。工作嘅人心中議論講：呢個人係乜啥？敢赦免人嘅罪？耶穌對嘅富人家講：你嘅信心已經救到你，安心轉去。